中营女中时尚造型科甲美容科学生，经过3档的学习，要将因伫学校所学全部拢展现出来。而且这次担任因美容造型的 model， 全部拢是学校的老师甲教官。会有这款安排，除了是对学校教学真有信心以外，另外嘛是希望让学生更加了解就业市场的真实状况。以往我们都是同学们对话，但是今年很特别的就是，让我们全体的教职员工接受学生的邀请。那通常同学们所实习的对象都是年轻貌美的同学，但是今天可是高难度的，我们的老师的年岁大概都是45岁以上。那这个就是也蛮符合现在的实际的需求。那结合我们现在有新娘的特色专班，那同学们结合了1、2年级的美肤、美发、彩妆的课程，到了2、3年级的彩妆设计整体造型的运用。那今天这样的课程完全是由同学们他们自发去邀请老师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场是男生新郎。我们知道新娘秘书其实她是包山包海，除了新娘之外什么都要会。那今天就是让同学们去了解这个行业，同学们要学习到的非常的多。对着学生的手艺，老师拢感觉到相当的满意。感觉又回到结婚的时候，然后觉得还蛮有趣、蛮新鲜的这样子。对。那你觉得说学生他们的手艺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对，因为有事先练习过，对，然后觉得加上老师有调整，我觉得整个手艺就今天可能是画得比较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，然后就是学生也很用心，然后把我打扮成这样，觉得很开心。对。那你觉得学生他们的手艺？就是一次一次都有在进步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学生还蛮厉害的，因为他结合彩妆跟彩绘，然后我头上的这个包包啊，上面的那个饰品，其实学生用铜线手工织起来，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。学生在时间内完成新娘造型，对着家己的作品除了满意以外，也为3档学习交出一张相当水气的成绩单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